77比34，廣東陽光隊喺順德主場咧險勝寧波丁厄啊！哇！呢場波真係你話去到2.2秒嗰一瞬間，我都唔敢話贏硬，因為喺呢個賽季出現過太多呢一種大起大落嘅咁樣嘅劇本啊！真係有晒呢個陰影 PTSD。但係好在我哋今次咬住咗啦。嗱，呢場比賽咧，對方嘅主教練咧就喺發佈會上就話：喂，我哋嘅3分命中率比對方高，我哋嘅籃板比對方多，我哋嘅助攻比對方多，都唔知輸邊度咁啊！我可以解答你個問題，就係我哋除咗第一節輸你哋10分之外，其餘3節我哋都係贏嘅。仲有就係我哋去到關鍵時刻，我哋有2個。一個係惠州外援，另外一個係廣西外援，可以幫到手射到啲巨星波。咁但係咧就如果睇得到咧，去到第4節咧，儘管佢哋有 CBA 聯盟第一高度嘅外援嘅科爾咧，但係咧佢喺第4節佢真係冇辦法上嚟，因為寧波方面國內嘅控球後衞個人選咧，而且確唔係話咁好，咁所以佢哋一定係一係用積信，一係用深信，咁所以令到科爾呢個嘅南下巨無霸嘅優點咧，冇辦法喺第4節使用，而廣東隊其實就係最怕有科爾咁樣嘅大外援。第一節點解會最多嘅時候落後15分咧？就係因為我哋喺防守端有鬆散嘅情況出現，我哋喺3分球方面嘅手感亦都係好冰涼。另外一方面就係無論少傑又好，黃澤都好，完全限制唔到科爾。對方就係好簡單嘅一個進攻嘅戰術，就係將個波俾到藍隊嘅科爾，科爾就可以用鋤樽或者係接近100%嘅命中率咧去完成南下一擊。呢個時候就令到廣東隊咧其實係相當嘅被動。咁好在咧，科爾亦都係體能有限啦，或者移動速度過慢啦，所以佢唔可以長時間喺場上。而廣東隊亦都可以盡可能地利用佢唔喺場上嘅時候咧，將個分差追翻近。嗱，呢場比賽咧，首先要讚就係傑師傅啦，27分，3分球方面11射4中，咁同時咧亦都有5個嘅籃板，4次嘅助攻，關鍵時刻嘅2罰2中，呢樣嘢真係一個巨星嘅特質嚟嘅。而另外一方面，當然昆尼26分，亦都係球隊贏波嘅功臣啦。不過要輕輕批評少少昆尼，就係去第4節，其實有3次進攻，其實比較勉強。其實嗰個時候係幾危險下嘅，因為如果但凡喺嗰個時間，寧波可以喺進攻端入翻個嘅話，其實對於成個形勢嚟講係一個嘅大轉折嚟嘅。咁當然啦，今日呢場比賽係硬仗，咁所以咧其實廣東隊嘅得分就比較集中喺呢2位球員身上。咁但係小崔同樣啦，雖然話今日自己進攻端手感麻麻地，但係佢防守端2次嘅 block shot，尤其是最後啱啱亦都提到最後個驚天 block shot，亦都係好關鍵，好關鍵。可以喺冇咗杜指導冇咗胡椒仔，包括亦都冇舒寧膠同埋森拿嘅情況下，短兵小將嘅情況下，廣東隊可以喺自己場險勝寧波丁厄咧，係可喜可賀。因為呢場比賽好關鍵，隔離場嘅北京又贏波㗎啦。如果我哋以前輸咗嘅話，我哋又要讓出前4嘅位置。咁所以跟住落嚟仲有3場嘅常規賽啊，對於廣東隊嚟講咧，都係要醒醒定定咬牙。但係今晚我哋可以睇得出咧，呢場比賽我哋打得真係好好睇，同埋講緊就係話喺逆境當中大家都冇放棄。呢一個亦都正正係喺第2階段，自從惜敗俾北京以嚟，成支球隊所展現出嚟嘅精神面貌，一直到而家都係保持緊。咁所以亦都希望咧球員佢哋揸緊好呢幾日時間嘅休息，然之後將最後3場嘅常規賽作為一個衝刺啦。加油廣東隊嚇！咁今期福本係咁先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